来台高雄机场质问最近专线的车头饮水机拢停用3天，因为检验饮水机最侪厂商伫采样本的过程有问题，所以全面换热心。昨暗晡饮水机重新来开放使用，嘛搁再来检验水质，会搁送去第三方的公证单位来检验结果出来，卖公开来说明。接运站内来去去坐车的人，桃园机场接运当日传出厂商定期送检水样有欠点，头一 A1 到 A22站各车站饮水机全线停用3天，全面换入新，一直到7早暗，才搁开放提供民众使用。一定会有疑虑的啊，就是公开有就是验出的成分，然后有哪些是超标不合理，就是自己带自己的水，不然就是超商的那个瓶装水比较多。有关饮水机全线暂停使用的代志，桃捷公司洪佩平无伫第一时间说明饮水机到底出什么款的问题，无顾到旅客甲员工的健康。桃捷公司回应是有风险暂停供水，已经将饮用水重新采样，委托公证第三方检验。经过我们初步调查，厂商确实违反饮用水相关管理条例第12条第2项，就是水质采验的部分，必须由中央核准机关才能够进行取样。针对暂停供水期间造成旅客无方便，桃捷公司表示真失礼，也公告初六接到检举，检验饮水机水质厂商采样过程疑似有欠点，已经是进行调查，等待厘清了后对外公开说明。记者综合报道。